點解呢個樓盤會咁受港澳人士嘅歡迎呢？除咗佢一半價錢呢就可以買到珠海豪宅嘅體驗感之外呢，仲有3000萬打造嘅園林景觀啦，樓下仲有現成嘅3000平方嘅商業街，仲有港澳嘅直通巴士啊，可以翻到香港荃灣太子、尖沙咀以及觀塘啊，每日有8班車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帶住你哋一齊翻屋企 have a look。嗱，呢個就係你屋企嘅大堂啊，係唔係似5星級酒店咁樣啊？咁我哋一齊上去睇下你嘅屋企啦。而家就翻到嚟屋企啦，89個平方嘅3房2廁，發展商居然做到單邊位俾到你，而且咧你自己品一品，呢啲交付標準啊，係成個廣州嚟講啊，但係 top one 嘅存在。除咗 Hitachi 嘅全屋中央冷氣啊，呢啲背景牆啊，道格拉斯嘅瓷磚啦，以及香港嘅萬利連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門口實木門，三星嘅5合1智能密碼鎖，華為32項家居系統啊，全部都係配備埋俾你嘅。廚房就更加哇晒啦，方太嘅廚房3件套，歐牌嘅定制櫃、洗碗機啊，以及飛利浦嘅淨水器啊，都係交付標準，仲配備咗一個可以洗衣晾曬嘅生活露台俾到你啊！而且咧，樓下3000平方嘅商業街係全部都已經開咗啦。你平時生活真係非常之 OK 嘅，仲可以睇到咧呢啲綠化率非常高啊！公共洗手間咧，所見即所得，呢啲漢斯格雅嘅衛浴馬桶都係交付標準，3個房間可以睇到風風靜靜，主人房仲自帶咗套廁俾到你。呢度樓下仲有翻到香港嘅直通巴士啊，每日8班車，單程咧係90蚊，往返咧係145蚊嘅。呢度咧除咗交通非常之便利，配套非常之成熟之外咧，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咧只需要15分鐘，與珠海一路之隔，去到三網、去到華發、商島、環宇城都係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。咁珠海一半嘅價錢就可以買到呢度廣州嘅天花板樓盤，居住體驗感真係非常之舒適嘅。咁想退休度假嚟到珠海養老嘅朋友咧，可以嚟呢個樓盤睇一睇。咁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龍，我係小亞 follow me 帶你玩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